平湖马经今仔早起有一台碰扑啊，也就是阿宝车，那像是动啊歹去失去控制。当时人员有一对爸仔囝要用身躯要甲车动落来，结果这两个人拢互搞落车底，老爸当场死亡，后生重伤送病院。消防队员位于车边，想要赶紧甲徛伫车底的两个人救出来。初日透早6点外，一台阿门图控普车因为动车故障，一直出向头前去。过程中有两个人互缀伫车底，而且一直出去，一直到弄到徛过围墙才停落来。一台那个水泥输送运帮车哦，那在疑似刹车不灵哦，那导致2名这个民众受困在车底下。消防队员用破坏器材，也有空气珠甲伊剃掉咧。伫早起7点19分，成功先甲20岁姓陈的伤者甲救出来，不过人已经昏迷啊，身躯有真侪骨头断去的所在，赶紧送病院。第一台救护车先出去，第一台救护车先出去。另外一个50岁姓陈的伤者，因为互车链直接挨过，现场已经无生命的征象。因若车有20吨才重，原本用45吨吊车无度拖顶重，尾也是改用120吨大型的吊车，到9点外才甲人救出来。这时阵已经明显死亡啊，家属也选择是无送病院。受压于这个轮胎下面哦，那由于空间狭小。这个水泥帮车的重量比较重，那我们的破坏器材没有办法做处理。警方讲，这两个人是爸仔囝，当时操作这个阿门图控普车，也毋过车向出向头前去，两个人伫车头前想要用身躯甲动起来，结果煞跌伫车底，造成一人死亡，一人重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